Hello，歡迎大家收睇水水 channel。咁今日2026年嘅1月11號嘅第二條片嚟嘅。咁呢條片其實係臨時臨急先決定出嘅，因為啱啱見到有單報道係啱啱出咗大概夠唔夠一個鐘，好似唔夠一個鐘噶。咁就係又係關於講呢個醫療費用減免嘅吓。咁之前咧我總共出咗3條片，咁有啲網民就話有冇咁複雜啊，索性申請綜援啦咁樣吓。咁亦都有啲網民就話咧係嗰啲公務員啊同埋攞綜援嘅人先容易申請，普通人就好難申請噶。嗱，咁咧啱啱就出咗單報道咁應該大家就可以打破呢個疑問啦，因為咧嗰篇報道咧就係由邊個講嘅咧？就係講述咗呢個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茵就喺商台節目嗰度咧，叫做正好星期天嘅節目入邊表示咗關於呢個問題。佢就話咧佢話咧公營醫療收費咧改革咧由實施以嚟咧頭8日醫管局就已經批咗超過 5.5 萬宗嘅醫療費用減免申請啦。當中 3.4 萬咧就已經完成咗評核同埋審出減免證明書最多可以獲18個月減免。另外大概有2萬宗多啲就係呢個有條件減免。李夏茵就形容呢個數字係合乎預期，流程運作順暢。咁呢啲其實都係官方說話嘅，即係批。被問及到咧李夏茵咧就話就問佢啦，喂，對於有申請市民咧只話要提交大量嘅文件包括馬會嘅投注戶口啦、電子錢包等等。呢位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茵咧，佢就話啦，佢話醫管局咧用嘅係公帑嚟噶，強調係減免，並非福利而係希望支援有需要嘅病人，所以必須咧審查資產。佢又提到，的確有市民將資產放喺馬會投注戶口，所以係有需要審核噶。咁呢個係呢個不嬲一早我都知啊。有啲人咧就用馬會嘅投注戶口咧嚟擺存款嘅，即係譬如叫啲人過數俾佢咧，都係我俾個馬會投注戶口你啦，你過入我個馬會戶口都一樣嘅啫吓。咁李夏茵佢亦都指啦，佢就話咧佢話醫管局咧已經盡量簡化呢個申請程序噶啦，加快流程，並且加派人手協助，包括現時每個聯網咧都有1隊嘅專隊同埋額外亦都有2隊專隊支援比較忙嘅聯網，強調申請咧最多係10零分鐘都做完噶啦。亦未見有市民因為未能申請減免而選擇不復診。咁呢句說話我又覺得你唔講好過講啦。呢句說話其實講咗之後係有啲覺得涼薄一係你就唔好講呢句說話一係咧你就用第二啲說話去修飾佢下。咁就算攞唔到醫療減免嗰啲老人家，佢都會去睇醫生係正常嘅，唔會話攞唔到減免就唔去睇，除非真係冇錢睇嘅啫。只要佢手上仲有嗰個錢即係哪怕可能佢手上得翻1000蚊，但係睇醫生要400蚊嘅佢都會拎去睇。咁如果唔睇嘅話，唔通真係喺度嘔咩？真係喺度等死咩？唔會噶嘛。但係問題係佢手上得咁少錢睇醫生幾百蚊嚟講，幾百蚊可能佔咗佢收入都唔少可能一個月得幾千蚊收入嘅咋。你都知啦，長生津得4250蚊，生果金仲少得1000幾蚊生果金咁你睇一次醫生幾百蚊咁佔咗佢嗰個月嘅收入幾多佢唔會話冇，佢唔會未必冇錢睇噶手到俾得起個錢佢咪睇咯，係咪先？但係睇完之後佢嗰個月佢嘅生活就可能會出現困難因為啲錢可能唔夠使又或者要好手緊咁樣去捱麵包去過日子咁佢都話啦，喺收費改革之下咧，公立醫院嘅急症室緊急啦、次緊急啦同埋非緊急類別嘅病人收費由180蚊加到400蚊咧就話咧因為咁樣咧令到急症室求診人數就減少咗12%。佢話其中危殆
同埋危急類別嘅病人數目就差唔多嘅啫吓。咁啊非緊急求診病人就有18% 下降，佢話有18% 下降，達到預期效果啊。同埋現時數據咧，亦都睇唔到有病人因為收費改革而唔求診，所以咧由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茵親自咁樣講，咁即係話佢承認你申請係要提供咁多食證明啦，即係包括馬會投注戶口啦吓，咁同埋亦都要審查啦佢冇否認呢啲嘢嘅佢仲話因為公帑所以就要審查就話呢啲係減免唔係福利咁大家有乜意見咧我就覺得咧雖然佢係咁樣講，但係咧好似我最新嗰條片咁樣話齋啦根據佢哋醫管局俾出嘅數據咧，其實就獲批率就有85% 嘅，即係就算你提供就算你唔能夠即時提供到證明文件都好啦，佢都會俾住你先叫做有條件減免咁俾3個月時間你去提供證明文件，3個月之內提供唔到咧，咁就先至要你攞翻啲錢出嚟咁其實我覺得佢都已經盡咗最大嘅努力去幫啲老人家嘅，但係喺表格上面可唔可以簡短啲咧？即係如果你話9頁紙咁長，係咪先？老人家話100年幾9頁紙，就算我中年人士，我見到9頁紙我都都覺得煩啦。唔好話老人家係咪先？如果唔係嘅話其實有啲媒體我冇報道有啲媒體報道咧話，不如叫關愛隊出動幫啲長者填表格啦咁樣咁所以你可想而知，長者係可能真係喺填表格上面係有呢個困難呢個即係正所謂，如果一個老人家佢真係富貴老人嚟嘅如果佢係刻意要隱瞞資產去呢個醫療費用減免嘅話，講真有心嘅話，佢都會到嘅，除非你真係咁 check 佢啦咁呢條片講到呢度，大家有咩意見咁歡迎大家留言咁記得訂閱同埋讚好，咁我哋下一條片見，拜拜。